劲，使劲！这都是怎么了？妹妹，你不记得了？咱们家每年都有一次拔河比赛啊。可是今年不是还没到时候吗？掌握好重心。老七，过来帮忙啊！来了来了，快来，咱们快说！我先过去了。冉冉，快点，使劲啊！ 1、2，走！使劲！2，走！使劲！走，妹妹，给哥哥鼓励啊！来，走！哎，别松手，别松手，快使劲！走！使劲，走！快走！走！冉冉，你看你哥哥拔得多带劲儿啊！妹妹来啊！走！走！哇！走！ 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哎呀，我们赢了！怎么样，冉冉，爹爹厉害吧？我不服，我们重来。跟我比，你们还嫩点儿。按照规矩，输的那队受惩罚，是不是？来，对，惩罚，对，快点，坐呀！他呀，快！哎，开始！哎，对，挺直了啊！哎，注意姿势啊！哎，注意姿势不标准！哎，使劲，坐呀！好好坐，不错，再下去点。好，哎，你这个不标准。爹爹，哎，冉冉，来坐。哎，喝茶。爹爹，女儿让你担心了。此话怎讲啊？爹爹，冉冉知道，你和哥哥们又是拔河又是踢毽儿的，其实都是为了让冉冉开心。冉冉错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别胡说，怎么可能添麻烦呢？你的哥哥们就是你娘生下来陪你玩的，你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爹，别闹了。冉冉，现在咱们家所有的事都得让着我的宝贝冉冉，只要你高兴，让他们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和表姐，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，我爱你们胜过爱我自己，所以只要你们高兴，我也愿意做任何事。那现在高兴吗？前几天的确有点不开心，不过我想通了，我不能让你们担心，我要振作起来。乖，冉冉，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爹爹，自从我从太乙山回来，就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大家都为了保护我、照顾我，忙得团团转，所以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做个厉害的人，然后自己保护自己。乖，冉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爹爹啊？那爹爹可以相信你喽。冉冉，你要乖。我们冉冉啊，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
你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高兴死了。爹爹，你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爹爹，冉冉爱死你了。爹爹也爱你呀，爹爹也爱死你了。娘亲，您找我？哎，简儿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，娘亲？娘这几日气色特别不好，你看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是不是都长皱纹了？一点儿都没有。我跟您说，娘的美貌可谓是举世无双，风华绝代，雍容华贵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行了啊，说的没边了。娘亲，您可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儿。冉冉怎么样了？心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娘亲不用担心，有哥哥们在。简儿，你从小就一直是心思最细腻的，跟冉冉也是最亲近的。最近发生那些事，冉冉的心思，娘亲是真的不懂。娘亲不用担心，冉冉从小心地善良，个性坚强勇敢，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她想不开的。真想让她早点嫁人。娘亲，您舍得吗？舍不舍得是一回事，冉冉的幸福是另一回事。秦家二公子的为人，娘亲是越来越清楚了。你们兄弟几个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冉冉嫁给他会幸福的。娘，冉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娘，以前是冉冉任性，以后冉冉都会乖乖听娘的话，再也不惹娘生气了。怎么了？这还是我那个人精似的女儿吗？娘，冉冉答应你，嫁给秦朗。这次是真的，绝不食言。秦公子，您来了。麻烦二位帮忙通报，就说秦朗求见。是是。妹妹，秦公子来找你了。秦公子，快坐。今日家父家母都进宫去了，我们之间就不要讲那么多规矩了。想必秦公子是可以理解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既然秦公子有事情找妹妹，那你们二人先聊，没事，我先出去了。秦公子，你先喝点茶。那个，我想再次谢谢你。为何又道谢？你三番两次救我，是我名副其实的救命恩人。冉冉言重了。秦朗，我希望能够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所以我们尽快成亲吧。
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不错，这次还要谢谢你。不必，我也该回太乙山了。他的安危就交给我吧。可是上几次都是他的未婚夫救的。这几日我一直在京城追查琳琅的消息，他应该已经回去了。岳灵宫的叶青天，想必你也打过照面了吧？上过太乙山，想偷走月亮花烛。我看你应该尽早回去。叶青天现在已经回岳灵宫了，相信这段时间，岳灵宫的人不会过来找麻烦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是关于逝水红颜的传承和红颜之毒的关系。这件事情，我和他表姐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。据说，这诅咒和红颜之毒有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吴舍师傅一脉仅有3人，一是吴舍师傅，已经不在世上；二是净慈姑姑，居无定所，云游四方；三是素女姑姑，长居医仙谷，她精通西域符号咒之术，并以此来救人医人。这些我都知道。素女姑姑常年研究逝水红颜的诅咒和红颜毒之间的关系，她发现诅咒并不是无解的。你是说，他找到解决办法了？这个，你得亲自去医仙谷问他。好，那我立刻回岳灵宫。九半灵芝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查出个下落。你自己安排吧。那我就告辞了，保护好他，保重，保重。来人，在，马上去丞相府把表小姐请过来。是。娄公子，有日子没见了。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心情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不知道娄公子这次找我过来是为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会戴着这个面具？以表小姐的聪明才智，应该不难猜出答案吧？娄轩，娄轩，轩，日轩。他念错了我的名字，我便将错就错。原来你们真的是同一个人。你和他之间，我爱他，今生今世只爱他一个人。我娄轩这辈子非他不可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，怎么认识的？此事说来话长。秦公子，七公子，秦公子不必客气。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想请你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好。上次解救妹妹的事情，还要处理岳家公子后事的事情，都得谢秦公子。七公子实在不必客气，这都是在下分内的事情。你说分内的事情，是以妹妹夫君的口吻说的吗？在下失言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真心真意问的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平时对妹妹，哦不，我们兄弟几个对妹妹，如同命一样重要。其他几个兄弟都会武功，谁都能保护得了她，可我却只能做做衣服，打扮打扮她罢了。
七公子，你的手艺也是京城首屈一指的。或许是因为这样，我比其他人更疼爱妹妹，过分的保护她，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配不上她。不过，最近我发现秦公子是值得妹妹托付一生的人。不敢，七公子如此高台在下，在下实在是惶恐。我相信爹爹和娘亲的眼光，你几次救妹妹于危难之中，就可以证明你是值得妹妹托付终身的人。七公子如此信任在下，秦郎以性命担保，一定会保冉冉的周全。既然如此，秦公子，我妹妹就交给你了。你是除了萧沐尘、素女师傅，还有杜瑶冰之外，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原来这么多事，我们都被蒙在鼓里，连舅舅、舅母和冉冉的亲哥哥们都不知道。这件事情牵扯的关系繁多，太复杂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，这样对他们、对他都是件好事。那你为何要对我和盘托出？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解开诅咒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所以，我选择了你。只有你懂得那些难懂的医术跟咒语，又是他的至亲，我需要你去帮我找寻咒术的来源。可是，目前我们已经搜索手上的所有书籍，获得的信息也就那么多。太乙山一仙谷的素女师傅知道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。素女师傅，你是要我去一仙谷？对，越快越好。我即刻回月灵宫，去查询九瓣灵芝的下落。而你，不能一个人去一仙谷，他若能陪你去，便是最好。表小姐，此行路上多有凶险，你们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娄公子也是。至于这件事情，让三公子知道多少，你来掂量吧。表小姐，有劳了。为了冉冉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告辞。表妹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？表妹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表哥，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你。表妹，怎么突然……表哥，答应我们一辈子都不分离，好吗？好。表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表妹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便是。表哥，舅舅舅母是不是从小就告诉我们冉冉身体不好？妹妹自小就身体虚弱。其实她不止身体虚弱，打她出生以来，她就已经身中剧毒。
轩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跟来。趁他走火入魔、神志不清，把他绑起来。公主，别来无恙。我的右护法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好无聊，你赶快把我放出去，我好找他叙叙旧。您又忘了，1年前我曾经说过，师傅他已经作画了，他活得太久了，不是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死，他不可能扔下我去死。你骗我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九瓣灵芝究竟在哪里？我就知道你骗我的，你想从我这儿拿走九瓣灵芝，所以你骗我他死了。我现在太丑了，你赶快把我放出去，我好用我的九瓣灵芝，然后再去找净慈老不死，拿上他的月亮花，去换一张新皮囊，更年轻貌美，这样他就不会推开我来。你究竟要怎么样，才肯告诉我九瓣灵芝的下落？把它带来给我，我就把九瓣灵芝给你，否则痴人说梦。逝水红颜，我念在我师父的情分上，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我只想要你手中的九瓣灵芝。你看在你师父的份上，我认识他快上百年了，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。你以为以前的我就是现在这样吗？你们人人口中的大魔头，靠吸食人血为生吗？我告诉你，都是他逼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根本就不感兴趣。我只想知道九瓣灵芝在哪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不用把你师父带来了，你把那个叫苏冉冉的姑娘带来，我就把九瓣灵芝给你。休想！我就知道你想要九瓣灵芝还有月亮花，都是为了他，苏冉冉。怪不得我师父到死都不肯原谅你。原谅我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要原谅我？我不需要你们的原谅，我不需要他的原谅。他越恨我，我越高兴；你们越恨我，我也越高兴。你以为你救得了苏冉冉？可惜你救不了，因为就算你解得了他的毒，他也解不了我逝水红颜千年的诅咒，还有我的传承。他最后就会变
师，听候我的号令，再慢慢腐烂，慢慢腐烂，最后变成一滩好臭好臭的脓水。你究竟要怎么样，才肯把9瓣灵芝给我？很简单啊，去把它带来。日轩，日轩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那师傅他是不是还是不肯说出9瓣灵芝的下落？日轩，忘了他吧，她要嫁给别人了。日轩，你说句话呀！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你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日轩，日轩，你怎么了？你的伤，走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请舅母恕罪，在冉冉回京前几天，我在门外偷听到，天儿不是有心这么做的。罢了。天儿，泽儿，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，知分寸，我相信你们。泽儿，别怪爹娘瞒着你们兄弟，此事毕竟牵扯甚广，出此下策也是为了保护你们。爹娘，既然我和表妹已经知道了，就一定会想办法帮妹妹的。哎，你们刚刚说素女师傅找到方法了，这正是我们要去验证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打算明天就上路。只是冉冉的大婚，我和表哥就不能在场了。天儿，你们真的决定了吗？我和表哥这次去医仙谷，一定会带回来治好冉冉的方法。请爹娘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表妹，平安回来。七哥，怎么了？我终于要嫁人了。既然是妹妹做的决定，哥哥一定绝对支持你。这衣服可真美啊！只有你穿上它，那才是美。我多希望这件嫁衣是为其他美人做的。不过，既然妹妹你要嫁，当然是哥哥做的。七哥，虽然
我决定了要嫁人，可是我真的好舍不得你们啊！哥哥也舍不得你。哥哥多希望你一辈子都留在哥哥身边。七哥，这可不行，你还得娶嫂嫂给我呢。哥哥一辈子守护你就够了，绝不娶妻生子。七哥，你要是这样，爹娘肯定会伤心的。没事儿，他们有这么多儿子呢。小师妹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对吧？表妹，是我。进来吧。表妹，行李和盘缠差不多准备好了。辛苦了，表哥。表妹，这一路去一定会很辛苦，你要好好休息。表哥，明天冉冉就成婚了。有些话，如果我现在不跟他说，他就没有机会听到了。等他全部想起来，已经成为他人的妻子了。可是有些真相，不应该由我来说。我一直相信，缘分是断不了的线，解不开的结，该在一起，分不开。表哥，有时候等待缘分的到来，需要经历磨练，需要时间。不要离开我！我不走。月影，日轩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忘了他？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？表姐，明天我就成亲了。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，天天和你说悄悄话了。表姐以后会经常去看你，只要你别烦我就行。不会的，你一定要天天来，经常来。表姐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问我？冉冉，表姐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你告诉表姐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秦朗？表姐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对他很复杂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想要报答他。我下定决心了，我跟爹爹和娘亲都下定决心了。冉冉，爱一个人不需要下定决心。你问问你的心，你喜欢的人究竟是谁？我的心，可是我的心在哪儿？我答应秦朗了，我会嫁给他。你刚才想起了谁？是日轩，对不对？没用的，他喜欢的是月影，可我不是。表姐，冉冉，冉冉，我的头有点晕。
冉冉，你要保重，表姐一定会找到解开诅咒的方法，你放心吧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他多看我一眼？日轩，日轩，我该怎么做？晴天姐姐，哎，你怎么哭得这么狼狈啊？哦，是不是日轩哥哥又惹你生气啦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杀了他？你敢？哎呀，姐姐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你就不想我吗？你说你在右护法面前又温柔又体贴，他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少废话！哎呀，晴天姐姐，你别这样，琳琅可是很喜欢你呢。虽然公主说你只是传承的一个备用容器，要不是你的出生时辰是传承需要的至阴时辰，公主她根本就不会留你到今时今日吧。这与你何干？晴天姐姐，你可真是不容易呢。因为不管你怎么好，那也只是苏冉冉的替代品而已啊。姐姐，我若是你，就要当上名副其实的公主，就算是绑，也要把日轩哥哥绑在身边呢。他要是还是不从，我就杀了他，留着他的尸体，天天看着也好啊。我知道你喜欢茉莉花，所以找人做成簪子，可否为你戴上？我希望能够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所以我们尽快成亲吧。冉冉，我只想你开心，只想给你幸福。可是，真的可以吗？谁？今天，好徒儿，你跟师父说，你来找师父想要什么？师父，请您把摄魂术的最后一式传承给我。抬起头来，让师父好好看看你。你还是那么胆小，为师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样唯唯诺诺。师父，我整整被你折磨了15年，这15年我战战兢兢地活着，生不如死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！我才舍不得杀你呢，你可是为师唯一的好徒儿。你是想留我下来，作为传承成功之后容器的养分吗？没想到这一回，你还挺聪明啊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你想让师父教你摄魂术的最后一招，师父教你。
主，琳琅可算找到你了。琳琅找你找得好苦啊！日雪，日雪，我不是。秦老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冉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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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冉冉，对不起。你喝醉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喝醉。可是我不喝醉，就总是会想起你。但是我发现，就算是喝醉，我也停止不了想你。太晚了，你不该来我的房间。是啊，刚刚你以为我是日轩？秦老，你快走吧。明日就是你我的大婚之日，可是我知道，这并不是你想要的。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不怕，但唯独怕你跟我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冉冉，我希望你幸福，但是我更希望你的幸福可以是我给的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所以为的幸福于你而言，却是一种负担。秦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公主，公主，琳琅愿意为公主去死。公主会记得你的忠心的，好好去死吧。
你说我会不会放过自己？表妹，表弟，其他人那边就靠你来游说了，什么理由都行。表姐，三哥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们一路小心，快去快回，保重。妹妹，我希望这世上没人再伤你、害你，只怪哥哥无能为力，不能免你苦，免你灾，免你伤。表哥，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平安回来，冉冉的病也能治好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除了京城，其他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呢。那我们就去看看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要问你自己。我说过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。是你的心魔在作怪。我一早就告诉你，绝情绝孽，何至于落得如此下场？你闭嘴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从里到外，满是伤口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懂的，你不会懂的。你又何曾懂呢？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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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月。一书书到底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哎呀，今天是你们妹妹大喜的日子，都给我高兴点。冉冉，娘也不知道这样做，你是不是就能远离危险了？娘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。孩子他娘，朗儿啊，今天终于要成亲了，你也可以瞑目了。我老秦不好，生前没能好好对你，让你一个人为这个家辛苦操持。如今朗儿成亲，我老秦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你呀，也跟着高兴高兴。朗儿啊，小冉冉是为父亲自为你挑选的媳妇儿，我知道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你们交往得非常密切。看着你对小冉冉这么用心的样子，为父甚感欣慰。这以后啊，咱老秦家也是有女眷的人家了。这以后里里外外都需要小冉冉来打点，她一定会非常辛苦。你呢，今后要好好对她才是。我知道了。
孩儿会的。这就好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他，我绝不饶你。是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赶紧去接小冉冉回来拜堂成亲吧。啊，这一天啊，终于等到了。赶紧去吧。是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也好，我们都先出去吧。走。在你心里，究竟是谁？是苏冉冉，还是月影的替代品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可以这样。冉冉。冉冉，冉冉，是娘啊！冉冉，娘，快进来。让为娘好好看看你。希望娘没有看错人，相信秦郎会给你幸福。冉冉，你爹跟我一直都向上天祈祷，能生个女儿。可娘啊，生了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的，这才终于生下了你。娘就是害怕这么做是不是错了？娘，你放心，冉冉一定会幸福的。苏冉冉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秦朗的妻子了，你就不能再想别人了。吉时快到了，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呀？双儿、平儿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爹，对不
媳妇儿啊，要是你在，你一定会喜欢小冉冉的。可惜你走了，喝不上这媳妇儿茶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不知去向了。什么？慢着！华初阳，怎么了？我女儿的幸福全毁在你手里了。娘亲，我再也不让我妹妹嫁人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